因为有电力公司拍算伫台南市安定区靠近安南区交接的大塘营地兴建天然气发电厂，引发民众反弹，嘛成立自救会的抗争。对此，立委陈天辉日前召开座谈，包括地主大塘甲台电代表，对着兴建案拢无明确的承诺，只表示会收集民意，欢迎后党示会。对此，市府为了让民众安心过年，19号特别召开记者会，副市长叶哲山代表市长明确表示，只要民众对着该案有任何空气污染或是安全的顾虑，市府拢未通过审核。我们环保局在去年的9月12号参加环评的小组审查的时候，其实就表示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有所谓的天然气的安全之余，有空污的问题，这个部分中央要正视，而且要听取在地的声音。我想这个在去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子了。今年年初的时候，那陈老师提供我相关的自救会所提的相关的简报资料，还有联署的资料，那我们林局长也转交给了台电公司。那在月初的时候，我亲自也跟台电的王总经理也见面，我也跟他表达了在地对于空污以及安全性的这个事情有非常大的疑虑，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台电非常的审慎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尊重国家的能源政策，但是我们更重视我们居民的健康跟安全。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也代表市长在这里跟大家非常严肃郑重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只有强调，应对的该案是相当严格标准，过程嘛拢是甲所有民众徛做伙。强调经济建设虽然重要，毋过更重视民众健康。电视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